我看了，啥都没搞懂哦。以前那个我，啊，爷进来噻，爸。为了中国那个原因，他不演。下去，关键是，他们那个没搞懂。当然噻，味道上也。不对，台湾那个园里面的东北。他那个应该还是跟原来一样的，认为，才对车位，他那个船板收的是怎么打的吧？你过来那个这个晓得了呀？估计是晓得怎么打的了呀？应该是跟原来那个一样打呀。觉得跟以前那个耍法一样，哪里像你说那个垃圾的耍嘛？那个炮击绝对是另外一个味道，哎呀！是啦，那个漂亮，哎呀，这天，好。哦，这叫几位？同志们2位。别那个小2位。他来打不成没？因为这个我就